其實疑似喺國力書院極速買學位嘅唔止政界、教育界、娛樂圈入面一樣有，佢嘅學歷相當有嫌疑。我哋攞到港姐蔡思貝嘅 CV， 話自己10年至12年間喺德國留學，佢平時受訪問時都係咁講噶啦。13年6月先返香港選港姐，但消息人士話佢13年10月當選之後，即刻透過國力書院報讀菲律賓一間大學嘅工商管理學士課程，11月就讀完，12月已經極速畢業攞碩。根據我哋攞到嘅文件，蔡思貝喺報名表度填咗2010年2月，有人簽名核實，而 BSU 發出嘅課程記錄都列明佢喺2010年3月入學，至到13年11月讀晒19個科目。我哋打俾國力話想報讀 BSU 同樣課程，職員話學生每星期要上1堂，冇得補堂，出席率過低就畢唔到業。究竟蔡思貝明明話喺德國，點樣分身喺香港入學再讀19科？點樣滿足香港每星期上1堂嘅要求？報料人仲話佢嘅學生證號碼顯示佢嘅入學年份就係2013年，文件亦都顯示蔡思貝之後仲憑 BSU 嘅 degree， 舊年4月再透過國力入讀美國大學嘅 MBA 課程，依家仲未畢業。我哋公司都唔會回應結果任何。我哋聯絡過佢經理人，至今都唔肯回應。